1934年世界盃係第二屆國際足協世界盃，主辦國係意大利。相對於1930年烏拉圭世界盃帶有開放味道，1934年意大利世界盃就明顯更加政治化、制度化，亦都更加受歐洲足球力量主導。當時意大利正處於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之下，世界盃唔單止係一項體育賽事，亦都俾政權視為展示國力、宣傳制度同塑造民族自豪感嘅工具。意大利最終喺主場奪冠，成為第二個世界盃冠軍，但係整屆賽事亦都留低唔少政治宣傳、裁判爭議、激烈對抗同足球發展轉型嘅痕跡。今屆世界盃係第一次設有外圍賽。1930年首屆世界盃主要靠邀請參賽，但到1934年參賽國家增加，國際足協開始用外圍賽決定決賽周席位。非洲同亞洲亦都首次進入世界盃外圍賽舞台。當時埃及、巴勒斯坦等隊參與資格賽，而埃及最終擊敗巴勒斯坦，成為第一支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嘅非洲國家。呢點代表世界盃開始由歐洲同南美之間嘅競賽，逐步向全球化方向發展。不過，真正進入決賽周嘅隊伍仍然以歐洲為主，整體比賽格局亦明顯由歐洲球隊主導。今屆共有16個國家隊參賽，賽制同1930年唔同，唔再使用小組賽，而係由第一圈開始直接淘汰。呢種賽制令到每場比賽都變成生死戰，輸波即出局，刺激程度提升，但亦都令到強隊一旦失手就冇機會補救。比賽分散喺意大利多個城市舉行，包括羅馬、米蘭、都靈、佛羅倫斯、熱那亞、博洛尼亞、哥不勒斯、基里亞斯特等地。雖然意大利政府希望透過賽事展示現代化城市、球場同埋組織能力，但部分球場入座率並非完全爆滿，反映當時世界盃雖已發展，但仍未完全達到今日嘅全球狂熱程度。政治背景係今屆最大特色之一。1932年國際足協會議決定由意大利主辦第二屆世界盃，墨索里尼政權將賽事視為法西斯意大利向世界展示力量嘅機會。比賽場地、城市建築、宣傳海報以至開幕同埋決賽儀式都帶有濃厚國家宣傳意味。羅馬主要球場當時亦都被賦予法西斯政權色彩。意大利國民呢都被期望支持國家隊奪冠，而球員呢亦都承受巨大壓力。意大利最後除咗贏得世界盃，仲獲得一個額外象徵性獎杯 Coppa del Duce， 即係領袖杯，進一步凸顯體育與政治宣傳之間嘅關係。1934年亦都係歐洲足球強隊大規模登場嘅一屆。1930年好多歐洲球隊因交通、經費同距離問題冇去烏拉圭，但到1934年賽事喺歐洲舉行，令到參與度大幅提高。不過衛冕冠軍烏拉圭因不滿1930年嘅時候歐洲球隊大量缺席，選擇抵制今屆賽事，冇嚟意大利參賽。因此1934年係一屆冇衛冕冠軍參賽嘅世界盃。咁另一方面呢，英國嘅4個足總呢，當時仍然未參與國際足協世界盃體系，英格蘭、蘇格蘭等亦都未有參加。第一圈賽事已經充滿戲劇性。匈牙利面對埃及，雖然被視為實力較強，但埃及展現出頑強反擊，一度令到匈牙利受壓。最終匈牙利以4-2晉級。埃及雖然出局，但係作為非洲首支世界盃決賽周球隊，已經具有歷史意義。奧地利對法國一戰亦非常重要，因為當時奧地利被稱為神奇隊，係歐洲其中一支技術型強隊。奧地利依靠辛迪拿等球星經過加時擊敗法國，展示出高水平組織同進攻足球。另一邊，瑞士對荷蘭嘅比賽亦都有故事。瑞士前鋒戴住眼鏡上陣，成為當時世界盃一個奇特形象。佢喺比賽中入球，幫助瑞士擊敗荷蘭晉級。德國對比利時方面，比利時準備不足，德國則把握機會取勝。比利時球員甚至帶住旅遊心態參賽，反映當時有啲球隊仍未完全以現代職業化方式備戰世界盃。南美球隊喺1934年表現明顯下滑，阿根廷同巴西都未派出最強陣容，亦受當時職業足球與業餘規則矛盾影響。巴西喺第一圈被西班牙淘汰，阿根廷亦被瑞典擊敗。南美足球喺今屆幾乎消失於舞台中心，同1930年烏拉圭、阿根廷主導局面形成強烈對比。1934年
可以話係歐洲足球全面接管世界盃嘅一屆。八強階段爭議更大，意大利對西班牙被形容為極度激烈嘅戰鬥，兩隊合共踢咗210分鐘先分出勝負。首場1-1和局後需要重賽，從賽中意大利以1-0勝出。西班牙門將列卡度森穆拉係當時世界最著名門將之一，但係因傷缺陣重賽，對西班牙打擊巨大。意大利球員對西班牙球員嘅攔截非常猛烈，而裁判判罰尺度備受爭議。有講法認為意大利得到主場同政治環境嘅間接優勢，尤其喺對西班牙嘅比賽入邊，裁判判決令外界議論不斷。奧地利對匈牙利亦都係一場火爆8強戰，兩隊嚟自中歐，風格接近，彼此非常熟悉。奧地利同匈牙利毫不留情，反映比賽充滿咗身體碰撞、攔截同情緒張力。奧地利最終勝出晉級4強，德國、捷克亦都順利晉級，令到4強成為歐洲內戰。4強階段，意大利對奧地利係一場焦點戰。奧地利神奇隊以技術同戰術見稱，但係面對主場作戰、身體對抗強硬嘅意大利，最終未能發揮最佳水準。意大利以1-0擊敗奧地利。外間用信念戰勝科學形容呢場比賽，意思係意大利唔一定以最華麗技術取勝，但係靠意志、力量、紀律同主場氣勢闖入決賽。另一場4強係捷克對德國，捷克憑尼耶德利等球員表現擊敗德國，殺入決賽。尼耶德利亦都係今屆神射手，最終被確認取得5球。決賽喺1934年6月10號於羅馬舉行，由意大利對捷克。賽前氣氛極度緊張，意大利全國期待主隊奪冠，墨索里尼亦都親自出席，令到球員承受巨大嘅壓力。比賽初段，捷克組織嚴密，防守穩健，並由普殊先開紀錄。意大利一度處於危險境地，若果失利，將會成為法西斯政權宣傳災難。其後，意大利由奧西追平，將比賽帶入加時。加時階段，意大利由安祖路斯基亞維奧射入致勝1球，以2-1反勝捷克，成為第2屆世界盃冠軍。意大利贏得艱難，但亦展現出堅韌同臨場應變能力。決賽亦有兩位偉大門將兼隊長嘅對比，意大利門將兼隊長甘比同捷克斯洛伐克門將普拉尼茲卡，兩人都係當時歐洲頂級門將，亦都象徵早期世界盃守門員嘅重要地位。總括而言，1934年意大利世界盃係一屆充滿矛盾嘅賽事。一方面，佢令世界盃制度更成熟，首次外圍賽，更多歐洲強隊，淘汰制張力，非洲球隊首次亮相，都令世界盃進一步國際化。另一方面，佢亦深受政治操控、主場壓力、裁判爭議同法西斯宣傳影響。意大利奪冠係足球成就，但亦難以同當時政治背景分開。呢屆世界盃標誌住足球已經唔再只係運動，而係可以成為國家形象、政治權力同群眾情緒嘅舞台。1934年嘅意大利正正證明咗世界盃由誕生開始就同歷史、政治、民族身份密不可分。